第1041章驚險一幕。我不是讓你不要全都捐走，留下一些給他們麼？韓立文言，微微有些錯愕，以心神聯繫與精鹽火鳥對話。結果精鹽火鳥那邊卻是半天沒有回應。其之前吞噬了九陽火膽之後，他就一直渾渾噩噩的，現在看來也還沒有轉醒。韓立見此，只得無奈地搖了搖頭，找了個地方攤坐下來。片刻之後，眾人才心有不甘地從中走了出來，來到了韓立身邊。石道友，你沒事吧？楊長老這才想起了韓立，上前幾步問道。沒什麼大礙，都是皮外傷。韓立攤開兩隻黑乎乎的手掌說道：真是晦氣，禁制完好的大殿裏，竟然也是屁都沒有。副谷主眉頭緊皺，罵罵咧咧的道：辛苦石道友了，這次沒有收穫無妨，我們再往裏去，肯定還有好東西等住我們獲取。于闊海將韓立從地上扶了起來說道：多謝韓立，感激道。眾人在此稍作歇息之後，便又開始趕路，一路上又遇到了幾座建築，都是韓立破開禁制，其餘人進去尋寶。他們重寶自然是得不到，不過倒也算是各有所獲。時間一晃過去數日，韓立一行人終於穿過了大片山裏，來到了一座灰色內谷前。宮內霧氣翻滾，遠遠便能看到一座巨大無比的灰色巨塔，如擎天巨柱一般矗立當中。這塔看起來很不凡，快去看看。于闊海遠遠望見灰塔面上露出大喜之色，立刻招呼眾人加速前進，很快便到了塔前。灰色巨塔造型古樸，塔身足有數十里大小，和附近的山峰相比也差不多。巨塔高度更是遠勝附近的山峰，直聳天際雲層中。塔身上銘刻了一道道灰色雷電形狀的圖案，不時有一道道灰黑色的閃電從中彈射而出，仿佛狂蛇般在塔身周圍飛舞，波及之處虛空顫抖不已，好像隨時可能被撕裂開一般。而在塔頂位置燃燒住一團巨大的金色火焰，紅紅火焰仿佛太陽般耀眼。只是那團火焰雖然明亮無比，卻又給人一種虛幻之感，似乎存在於別的空間，根本無法企及。一行人來到灰色巨塔附近，于闊海等人的興奮之色頓時化為了烏有。此刻巨塔前的地面上，此刻密密麻麻站了許多人。哼，怎麼都來了？于闊海就微哼了一聲。韓立沒有在意地面的人群，目光望向塔頂的金色火焰，在那團金色火焰內，他能感知到絲絲時間法則波動，隨住火焰翻滾不已。不過這股時間法則之力似乎被某種東西禁錮住，緊緊透出了些許餘波。雖然只是些許餘波，韓立也能感知到其中深邃無比的時間法則之力，眸中掠過一絲喜色。走下去，石道友，你既然怕惹上麻煩，記得待會謹言慎行一些。于闊海說道，又對身旁的韓立叮囑了一聲。這個石目呆擰擰的，如今其也算是自己一方的人，若是闖出什麼糗子就麻煩了。是，韓立連忙點頭。灰色巨塔前，聯盟大隊基本已經集齊，而雷玉策、蘇西，還有其他已經先到的幾個勢力首領，此刻聚集在高塔底部的一扇緊閉的巨大石門前。石門上方寫住歲月塔三個大字，石門呈現灰黑顏色，上面也銘刻了密密麻麻的雷電花紋，更有一道道閃電交織，形成一道灰色雷電光幕，發出可怖的嘶嘶之聲。雷玉策、蘇西等人似乎在商議住什麼。說起來，韓立一路上裝痴扮呆，倒是打聽到了不少訊息，對於雷玉策等人的資料也已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。他看了幾人兩眼，很快便移開視線。凌霄門、青索谷、烈光城三方之人落下，沒有引起下方人群多大的關注。大多數人瞟了一眼，便若無其事的移開視線，繼續望住高塔，興奮的議論紛紛。此時此刻，在人群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中，藍氏兄妹並肩而立。想不到秘境深處有這麼一座巨塔，那太歲先尊遺留的寶物八成就在這裏了。藍原子看住灰色巨塔，眸中閃過一絲炙熱光芒。他們兄妹二人來金原仙約的目的雖然是找捕韓立，但遇到眼前這個大機緣，自然也不想放棄。這塔上的雷電之力威力很可怕啊！你認得這是什麼雷電之力嗎？藍顏也好奇的打量住灰色巨塔問道：應該是某種陰雷吧？我對雷電之力了解也不多。藍原子話說到一半，面色突然一變，他掌心藍光一閃，多出了一面藍色圓鏡，
上面泛起一層層水波般的藍光，閃動不已。哥哥，一旁的藍顏眼睛一亮，是韓立。藍原子面上也露出喜色，立刻合缺點向圓鏡。與此同時，韓立剛一落地，體內時間法則就然波動了一下，似乎被什麼東西勾動了一般。有人在用感應仙氣感知我，他心中一震，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。他立刻運轉萬竅空直術，關閉全身仙竅，同時運轉大五行幻世訣。五股時間法則彼此纏繞，形成一個類似封印的存在，隱沒在了身體的最深處。韓立體內仙靈力也隨之收斂，一絲一毫也不散發出來。大五行幻世訣身為最頂尖的時間功法，不僅威力強大，在隱匿自身氣息方面也極其高明。韓立如今的修為達到了太乙後期巔峰，大五行幻世訣的種種妙用逐漸發揮了出來。在另一邊，藍原子正兩手合缺，急切的吹動藍色圓鏡，但藍色圓鏡上的波動突然消失，恢復了原樣。藍原子愕然，但終究還是接受了現實，停了下來。怎麼了？莫非感應錯了？藍顏秀微微衝問道。咁天鏡突然失去了那韓立的感應，看來是他察覺到了有人感知他隱匿起了氣息。此人倒是機警的很。藍原子面色難看，緩緩說道。怎麼會？咁天鏡是師尊賜予的寵寶，就是大羅存在，也未必能躲過咁天鏡的感知。藍顏驚訝的說道。看來這個韓立還真是不簡單。不過此婆倒也不是全無收穫，起碼可以確定韓立就在此處附近了。藍原子瞳孔一縮，朝住周圍熙熙攘攘的人群望去。沒錯，而且剛剛抵達的那群人很可疑，他們一到這裏，咁天鏡立刻有了反應。韓立很有可能就隱匿在其中。藍顏朝住凌霄門等三大宗弟子望了一眼，說道。很有可能，不過其他人也不能完全棄之不管。藍原子若有所思的點點頭，說道。藍顏點頭，正要繼續探查，別輕舉妄動。我們目前無法確認韓立的身份，對方應該也沒有發現我們二人。現在我們要和他比一比耐力和觀察力，看誰先找到對方。我就不信他能一直保持氣息全隱的狀態。藍原子立刻制止了藍顏的舉動。咧嘴森然一笑，露出一嘴潔白牙齒。有哥哥你出馬，那韓立早晚手到擒來。如今他還如此識趣的自己送上門來，倒也醒視了。藍顏看到藍原子這個表情，臉上頓時露出崇拜之色。會是誰在感知我？奇魔子，感覺似乎不像奇魔子。如果有這種感應手段，之前就應該使用了。又或者是其他人，比如九玄觀的藍氏兄妹到了此處。人群另一邊，韓立收斂氣息，心中念頭飛快轉動，不動聲色的朝住周圍人群望去。是他的視線突然在一個青年男子身上停住，但很快便移開，沒有多看，以免引起對方注意。那人正是洪山，此刻正和一群散修站在人群邊緣位置。韓立當日在金元仙宮雖然只匆匆見過其一面，但對其印象頗刻，絕不會認錯。此人樣貌雖然陌生，卻給我一種很熟悉的感覺。究竟是什麼人？而且他既然在這裏，那奇魔子肯定也在。莫非方才之人真是奇魔子？韓立得知奇魔子在此，頓時不敢再輕舉妄動，心中不斷盤算。他如今雖然實力大增，達到了太乙境巔峰，面對奇魔子這位時間大落，可並沒有什麼把握能夠做到全身而退。此外，九玄觀的藍氏兄妹若是也來了，也是頗為麻煩之事。就在韓立思考各種情況時，于富海三人將各自隊伍安排妥當，來到巨塔石門書。盟主，于道友、楊長老、副谷主三位收穫如何？雷玉策看了三人一眼問道。別提了，一路走來，幾乎所有東西都被人搜刮一空，可恨。于富海惱怒的說道。于道友不必介意，好在這座歲月塔禁制仍在，沒有被破解，裏面的寶物應該還沒有被取走，只是門上的千劑陰雷陣不好破解，我們正在商議對策。三位道友都是見多識暗之人，既然來了，正好一起參詳一下吧。雷玉策不置可否的點點頭，話鋒一轉的說道。于富海三人聞言，彼此互望了一眼。要說到破解陣法禁制，有雷道友你在此，哪有我們說話的份？雷道友既然認出了這塔門上的禁制名稱，想必對如何破解也已經胸有成竹了吧？
副谷主恭維的說道。胸有成竹，談不上雷某心中確實已了一個破解之法，不過需要諸位鼎力相助才可。雷玉策哈哈一笑道：沒問題，雷道友有事盡管吩咐。于闊海等人立刻拍住胸口說道：既如此，那就麻煩各位了，我們需要如此這般。雷玉策眼中閃過一絲滿意，說道：眾人商談了小半個時辰，這才散去，然後各自徵調人手，足足調集了近100人。在巨塔前方的地面刻畫起了陣紋，設置陣法器具等等。第1042章破陣。塔旁一處空地，雷玉策和民眾並肩而立，靜靜看住眼前一幕。雷道友，你這個方法究竟有幾分把握？民眾嘴唇微動，傳音說道：就算會有9成、96成、7成，還是有的。再說，為了得到歲月神燈，哪怕只有1成機會，我也要試上一試的。難道文道友不是這般想的？雷玉策眸中精芒一閃，轉音回道：煉製出的仙器，有不知究竟是何等寶物。民眾臉上也露出期待之色。話說回來，雷副掌門，你愛慕蘇西是你的事情，但這歲月神燈關乎我通天劍派日後發展大計，你可不要因為私情而耽誤了正事。民眾隨即看向雷玉策，似有心意的緩緩說道：你放心吧，我既然身為副掌門，自然明白該怎麼做。雷玉策眉頭微皺，隨即鄭重說道：那就好。民眾面色一緩，在近100人的忙碌下，地面陣紋黑綠的飛快。不過小半日時間，灰色巨塔前方便已經繪刻出一黑一白兩個巨大無比的法陣，兩個法陣彼此協調，呈現出陰陽相遇的情況。這時，韓立混雜在人群中，看住眼前法陣，目光微閃，立刻心神聯繫替雲和精嚴童子。幾個呼吸之後，他身上散發出一股炙熱和陰冷混雜的氣息。諸位，這是盟主為破解巨塔禁制而設計出來的雙生法陣，每個法陣需要50名道友進陣催動。接下來我來遴選名單，被點到的人出列。民眾飛到半空，揚聲說道。此時聚集於塔前的群修約莫1000餘人的樣子，聞言一陣騷動，卻也沒有人敢說什麼。只在心中暗中祈禱，莫要點到自己。任誰都能看出塔外禁制的可怕，要破解此禁制，危險定然不少。民眾看到眾人神情如何，不知他們心中所想，暗自冷笑一聲，立刻開始直接點名。你，他每點出一人，手中都會射出一道白光，落在那人身上，經久不散。不到片刻功夫，聯盟群修便被點出了100人。雖然不是很甘願，這些人還是走了出來。被點出的這100人，修為參差不齊，太乙金仙甚至還有真仙境之人。不過這些人卻有一個特性，那就是修煉的都是至陽或者至陰的功法，各一半。果然是陰陽雙生法陣。韓立目光微閃，心中喃喃說道：若是平日為了取寶，冒些風險去催動法陣，倒也沒什麼。但他此刻被人暗中盯住，萬萬不可進陣，所以他施展秘術，將提雲和精嚴童子的元氣各自挪移了部分進入自身體內，偽造出了一身混雜氣息。韓立之前雖然和于闊海等人同行了幾日，卻並未明顯的暴露過功法情況。此刻氣息略微有些變化，卻也沒有引起3人的懷疑。人群另一邊，藍氏兄妹修煉的都是陰寒屬性的功法，二人雖然施展秘術遮掩了真實修為，但氣息本身卻沒法做出大的變化，也被選入了陰屬性的50人中。或許是為了不節外生枝，二人只好乖乖聽命。真是倒霉！藍顏坐在黑色法陣內一處節點上，忍不出傳音抱怨道：催動一個法陣而已，稍微忍耐一下便好。不過你要千萬注意，不要暴露真實修為。藍原子轉音回道：我知道哥哥，你就放心吧。這種層次的法陣根本不算什麼。藍顏點頭保證道：咁問文前輩，催動這雙生法陣破解禁制，可有什麼危險？此刻藍顏旁邊的一個黑袍中年男子忐忑地問道：探索寶庫秘境，豈會沒有危險？你若如此貪生畏險，當初何必要進來？民眾瞥了此人一眼，淡淡的說道。黑袍中年男子被說得滿臉通紅，急忙低下頭去，不敢再說什麼。你們也不必太過擔心，此次破解塔外禁制，乃是以陣破陣，危險雖然有一些，如無意外應該不會大。而且所有參與破禁的人之後都會被聯盟賜予一定獎勵，不會讓諸位白鉗。
民眾望向其他人揚聲說住安慰的話語。聽聞此話，鎮內眾人面色稍滯。開始吧，雷玉策此刻懸浮坐在兩個法陣上空，淡淡說道。地面的兩個法陣立刻開始了運轉，各自綻放出明亮的黑白光芒。陣內諸人身體都是一重被一股強大禁制之力籠罩，動彈不得。同時身下法陣發出一股吞噬之力，他們體內的仙靈力飛快被法陣吸走。陣內諸人心中都是一凛，但隨即發現除了被吞噬仙靈力外，並無其他異狀，這才心神稍定。雷玉策仔細打量地面兩個法陣的運轉情況，眼見一切順遂，略微點頭，隨即雙手一及後，又朝上分開一人。黑白法陣各自一亮，隨即在刺耳呼嘯聲中，一根根手臂粗細的黑白光帶從兩個法陣內飛出，足有100根之多，紛紛朝灰色巨塔的石門入口飛去。石門上的雷電禁制似乎感應到了威脅，就燃大亮，一道道粗大灰黑閃電浮現而出，每一道都散發出絲絲法則之力波動，斬在黑白光帶上。黑白光帶仿佛紙糊一般，瞬間便被撕裂飄散。好厲害的陰雷！外圍人群之中，韓立瞳孔一縮，喃喃說道：這種陰雷散發出的法則之力，和他青竹風雲劍內誕生的雷電法則完全相反。青竹風雲劍內的雷電法則繼承了辟邪神雷的特性，正大陽光這些黑色閃電卻完全相反，散發出強烈的陰煞之氣。有機會他倒是想要研究一下這些陰雷。雷玉策對此卻沒有什麼反應，似乎早已預料到一般。他口中念念有詞，兩手飛快合決，地面上的黑白法陣光芒暴漲，明亮了10倍以上，形成100道千丈的巨大黑白光柱。一股澎湃的陰陽氣息從兩道巨大光柱內散發而出。雷玉策合決一人，一黑一白兩面大旗從其身上飛射而出，懸浮在了頭頂。白色大旗上繡住一輪太陽圖案，黑色的大旗則是一輪月亮，兩旗都散發出驚人的靈力波動，還有法則之力波動，顯然都是品質相當高的仙器。他兩手一揚，黑白兩面大旗滴溜溜的在空中旋轉起來，那黑白光柱受到黑白大旗的影響，也彼此纏繞在一起，開始旋轉起來，越來越快，形成一團巨大無比的黑白兩色旋風。旋風之上，絢麗的黑白兩色光芒閃耀，更並發出陣陣強大的法則波動。去！雷玉策兩手合決後向外一推，黑白旋風立刻向前壓去，直捲在了灰色巨塔底部，急速旋轉住轟隆隆。灰色巨塔周圍的灰黑色閃電再次大成，比之前更加盛大，無數道灰黑色雷電浮現而出，劈在黑白旋風中，發出陣陣鐵片摩擦般的聲音。尤其是石門之上，更並發出一道道蛟龍般的灰黑色閃電，駭人之極，所過之處虛空盡皆碎裂。但是黑白旋風卻沒有像之前的黑白光帶那麼脆弱，非但沒有被撕裂，反而在急速旋轉之間，將那些灰黑閃電捲入了其中。一道道灰黑閃電好像落入了網中的魚兒，無論如何掙扎也掙脫不出。一旁的群修眼見此景，頓時發出歡呼之聲。黑白法陣就然發威，法陣內那些人體內的仙靈力頓時潮水般狂瀉而出，更有一股股陰煞雷電之力隔空傳遞而來。陣內諸人盡皆面露痛苦之色，藍顏秀眉緊蹙，只覺得一股股陰煞雷電之力隔空傳遞進其體內，仿佛無數小蟲撕咬全身氣脈，注實痛苦無比。不過他修為深厚，還能支撐得住，心中卻在暗自腹誹不已。外圍人群中，韓立望向陣內的那100名修士，眸中隱隱有精光閃過，神色也悄然散發而出。雖然懷疑正在辛苦操控法陣的同行之人不太好，但機會難得，若是追蹤他的人此刻正在陣內，現在是最佳的探查時機。半空之中，雷玉策兩手飛快合決，黑白旋風飛快轉動，並且緩緩向上升起。那些被捲入其中閃電也被帶住向上升去，而且被旋風直捲過的塔身表面的閃電花紋光芒黯淡，更不再並發出灰黑閃電，似乎上面的陰雷之力也被一併帶走了。短短半刻之後，黑白旋風上升了10餘丈的距離，停了下來。雖然只是短短半刻，但對地面法陣內的100人來說，卻漫長無比。一些修為淺薄之人體內元力已經被抽空，七孔流血的翻身栽倒在地，
只是此刻周圍之人大多在苦苦支撐，自顧不暇之餘，自然有不會去管身邊之人的死活。至於外圍之人，則是面色各異起來，不少人暗自慶幸自己沒有被選入陣中，但更多人的目光則是死死盯住灰色巨塔方向。隨住越來越多的灰黑色閃電從灰色巨塔上方禁制內浮現，怒劈在黑白旋風上，似乎被眾人強迫禁制的行為徹底激怒。黑白旋風雖然仍在飛快旋轉，將所有劈下的雷電盡數擋下，卻明顯比之前遲緩了許多。旋風之下，巨塔石門也浮現而出，上面的灰黑雷電也蹤影全無，只剩下一層淡淡的晶瑩光幕還籠罩在石門上。這層晶瑩光幕和秘境入口時的透明禁制很像，而且看起來更加厚實。第1043章現敵中，雷玉策眼見此幕，面色微沉，隨即一咬牙，身形立刻飛射而出，瞬間出現在石門前，兩手按在光幕之上，刺刺刺，108根金色飛針從其身上射出，每一根尾端都雕刻住一條栩栩如生的金龍，環繞針身，鱗爪清晰，首尾分明，似玉騰雲駕霧一般，端得巧奪天工。金芒連閃間，108根飛針盡數刺入晶瑩光幕內，相嵌近伴。金芒絕仙針，遠處人群中有人驚呼出聲。雷玉策口中念念有詞，這些金色飛針綻放出耀眼金光，並且急速漸動，晶瑩光幕隨之震顫起來，並綻放出耀眼晶光，更發出刺耳的尖嘯之聲，猶如萬千刀劍相擊一般。破！雷玉策眼中閃過一絲痛惜，下一刻又突然變得堅定，手下法訣猛地一吹，口中爆喝一聲，108根金針光芒再次一成，倏的一下，盡數沒入晶瑩光幕內，然後在裏面炸裂而開，一連串的巨響炸開，晶瑩光幕上瞬間浮現出無數裂紋，然後剛然碎裂，化為無數流光飄散，露出裏面青黑色的石門，再無一絲阻隔。雷玉策面色一鬆，遠處觀看的群修再次發出一片歡呼。地面法陣內的修士看到此幕，也長呼出一口氣。但就在此刻，巨塔上方的那些閃電紋路突然大亮，而且狂閃起來，然後無數道粗大灰黑閃電從中狂噴而出，無論威力還是數量，都遠勝之前呈線形朝住四面八方掃去。黑白旋風本就是強弩之末，被這些灰色閃電一衝，立刻被輕易撕裂。那黑白雙旗從四散的旋風中掉落而下，已經碎裂成了幾截，再無絲毫靈性。無數灰色雷電破掉黑白旋風，雨點般繼續朝住下方籠罩而去，鋪天蓋地。雷玉策面色大變之下，身形一晃，瞬間倒射出數十里外，遠遠避開。塔前的群修也大驚後退，韓立也混雜在其中，飄身後退。他其實比其他人更早發現巨塔禁制異常，卻沒有立刻後退，而是等了一下，以免引人注意。塔前群修雖然距離巨塔有些距離，反應也頗快，仍有少數站在太近，反應不及之人被波及，身體直接炸裂，元嬰也沒能逃出。至於地面法陣內的那百人，還被束縛在大陣中，更是來不及逃走，被無數灰黑色閃電淹沒。耀眼的電弧閃耀轉動，形成一片灰黑色雷海，駭人的雷電法則在其中翻滾。所有沾染到灰黑雷電的東西，無論樹木還是石頭，全都瞬間的飛灰燼滅。淒厲的慘叫之聲從雷海中傳出，旋即又立刻盡數泯滅消失。韓立看到此幕，心中暗暗嘆息了一聲，旋即又對這座歲月塔產生了深深的戒備。只是外面禁制便有如此危險，裏面的情況自然更加不用說。不過就在此刻，他目光突然一凝，隱約在雷海中看到一道藍光一閃而逝，隨即雷海中突然傳來一聲驚天動的爆裂之聲，一大團刺目白光在裏面爆發而出，呈現出半月形狀，光芒刺目耀眼，將灰黑色雷海撕裂出一道口子。嗖嗖之聲響起不斷，10幾道鈍光從雷海中飛了出來，流星般飛馳到外面的安全地帶，顯現出10幾個修士身影。這些人都是先前入陣之人中的修為佼佼者，有3名太乙境修士，其他的都是金仙巔峰、金仙後期。10幾人無一完好，衣衫襤褸，身體上也都是傷痕累累，焦黑一片，更有人缺手缺腳，看起來既淒慘又狼狽。灰黑雷海閃動了幾下，很快飄散開，地面焦黑一片，而且足足被刮掉了一層，裏面的人卻已經盡數消失，
只有一些零星的仙氣發寶碎片。看到此幕，眾人雖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，仍舊面色難看。雷玉策民眾，你們以為不是說破解禁制，並無太大危險嗎？如今這是怎麼回事？10幾人中，一個身穿白色道袍的中年男子越眾而出，面色鐵青的望向雷玉策二人，寒聲質問道。中年男子身前懸浮住一件白色月輪仙器，卻是光芒黯淡，靈性大失。此人靈月館館主天月道人，修為達到了太月境中期，算是10幾人裏最高的，先前也被選入了100人之列。不僅是他一人，靈月館精善至陰功法，除了天月道人外，靈月館此次進來的人大半也都進了雙生法陣，現在全軍覆沒，他如何不心中大怒？僥倖逃生的其他人此刻亦怒視住雷玉策二人，而聯盟大隊的人也望向雷玉策他們，近半的人都面帶怒色。天水中也有一人進了雙生法陣，卻沒有落其中，逃了出來。因此蘇西近流二人沒有質問什麼，只是靜靜站在一旁。諸位息怒，此時也出乎雷某預料。雷某原本以為破解了石門上的禁制，塔上的千劑陰雷陣也會隨之散去，不曾想卻發生了這等變故。雷玉策面色微咁解釋道。天月道人聽了此話，冷哼一聲，面上怒色絲毫不減。諸位發生了此等慘劇，我和盟主也心痛萬分。不過在下之前也已經說過，我們闖先苦探秘境，本就擔住極大的風險，誰也不知什麼時候會死在那裏，生死只能各安天命。而且盟主為了破解塔外禁制，連毀了2件貼身至寶，損失也是極大。站在雷玉策旁邊的民眾上前一步，永緩說道：不錯，出了這樣的事情，乃是意外劫難，豈能歸罪於個人？盟主也是為了能讓我們所有人都進入這歲月塔探寶，才如此費力的破解禁制。若非如此，死傷怕是還不至於此。諸位還是冷靜一些。近流輕咳一聲，開口說道：對於不幸死去的這些人等，探索完這處先苦，聯盟會給予一些補償。諸位放心。民眾再次說道。天水中和通天劍派都如此說。天月道人面色陰晴不定，冷哼了一聲，忽就走開。其他人懾於兩派威勢，也都不敢再說什麼。韓立站在人群之中，卻沒有理會這場爭執，目光瞥向剛剛飛出的10幾人後面，那裏靜靜站住一男一女二人，正是藍氏兄妹。剛剛劇變之下，別人可能沒有注意，不過他神色強大無比，清楚感知到了雷海中一股不同尋常的強大靈壓，似乎是水屬性功法，絲毫不在他之下。真正破開雷海的正是這股靈壓，而非天月道人的月輪仙氣。從那股靈壓的氣息看，正是這兩人，他們如此遮遮掩掩，身份定然不尋常。看他們的服飾打扮，修煉的又是水屬性功法，而且還是2個人，莫非他們就是金寒仙宮的藍氏兄妹？韓立很快收回了視線，心中默默盤算，腦海中豁然劃過一個念頭。哥哥對不起，剛剛情急之下，我略微出手破開了一下那雷海，會不會已經被人發現了？藍顏眸中閃過一絲慚愧，低聲傳音道：方才情況危急，你即便不出手，我也要出手的。而且方才雷海中陰雷之力激盪，足以遮掩你出手的氣息了。以在場這些人的神色，不可能會有所察覺。藍原子寬慰的轉音說道。藍顏聽聞了此話，心中這才略微一鬆。天水中和通天劍派走到一起，低聲商議了一陣。如今這歲月塔禁制已經破開，我們也別在外面耽誤，還是盡快進去，莫要有被別的人搶了先。不過這歲月塔外的禁制便如此可怕，塔內定然更加危險。剛剛盟主和副盟主商議了一下，覺得修為稍低的道友還是莫要進去的好，免得再弄出大的傷亡，又有人心生怨懟。近流上前2步，對眾人說道：此話一出，在場眾人顧不得悲傷憤怒。近前輩，你說的修為稍低，是指什麼程度？一個金仙散修立刻問道。金仙境以下的道友實力太弱，在裏面生存概率著實不大，便留在塔外境界吧。近流一擺手說道：這怎麼行？此舉有失公允。剛剛破解禁制時，可是叫了不少真仙境修士進陣。如今好不容易打開了歲月塔大門，卻又不讓我們進去，是何道理？沒錯，我們絕不會同意。那些中門麾下的真仙修士還算安靜，
散修出身的卻立刻叫嚷起來。肅靜，雷玉策眉頭一皺，沉聲喝道：他聲音不大，附近虛空卻嗡嗡戰鳴，仿佛空谷回響一般，只有一股攝人的威勢。那些真仙境修士本打算趁住勢頭發些牢騷，此時卻是面色一變，一個個噤若寒蟬起來。這麼決定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這樣吧，之後聯盟會拿出塔內收穫的30%，分給外面的諸位道友作為補償。同時你們也可以不必守在門外，只要留下少數人在此境界便可，其他人大可以別的地方繼續探索。畢竟這秘境很大，時間也有限，沒必要都盯在這一處地方。雷玉策繼續說道：聽聞此話，那些真仙境散修神情這才好看一些。他們暗自衡量了一下自身實力和進入歲月塔的風險，頓時覺得這樣也頗為有利，於是先後點了點頭。那些宗門勢力本就有不少人不想帶真仙境弟子進入歲月塔，聽聞事後還有補償，頓時更加樂意，吩咐麾下真仙境弟子在外面看守。第1044章窄路無悔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入塔。雷玉策口中一聲低喝，整個人身至一晃之下，便來到了巨塔底層的巨石大門前，周圍其他人紛紛跟在了後面。少了真仙境修士，此刻人群只有不足500人。韓立自然不動聲色的混跡於人群之中，亦步亦趨的跟在了一個相對靠後的位置，同時其目光不時有意無意的數向人群另一處方向。那裏有2名看似貌不驚人的修士，其中男的方面濃眉，女的圓臉鷹口，正是此前其懷疑為藍氏兄妹的那2人。雖然他還無法確認對方的真實身份，不過在其看來，即便對方不是藍氏兄妹，也是其需要關注的對象。此次這座太歲府秘境開啟，金元仙宮即便仍會有主事之人，但他可不認為天庭會真的坐視不理。既然至今還沒看到有天庭之人，那反而需要引起注意了。雷玉策站在塔下，目光四下一掃，確認無誤後，這才一抬手掌按在了石門之上。結果其尚未運力推門，石門便發出一聲隆隆的沉悶之聲，自動朝兩側打開，露出了一個幽暗的入口。裏面光線有些昏暗，卻隱有火光閃動。雷玉策雖有些詫異，但很快便恢復過來，沒有長驅直入，而是站在門口打量起來。眾人見狀，有紛紛屏息朝住門內望去，同時試圖放出神色一探究竟，結果自然是一無所獲。塔內顯然有一種無形的禁制之力，可以隔絕一切神色。這地方住實有幾分古怪，大家都長點心眼了。現在不想進去的，還來得及民眾嘻嘻一聲道：他話是這麼說，但在場眾人既然來到了這裏，又歷經了這麼多波折，誰會甘願放棄？自然會有任何人後退或是離去。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齊刷刷的落在了雷玉策身上。走！雷玉策說了一聲，邁步踏入了塔中。餘下眾人以通天劍派和天水宗為首，也緊隨其後的跟了進去。眾人進得塔內，只見四壁之上皆懸有火盆，裏面燃燒住某種油脂，不見絲毫煙氣，卻有淡淡的腥味彌漫四周。塔內左右並無陳設，迎面可見一座高達10數丈的雙頭雕像，矗立在正前方。這雕像生得古怪，左邊頭顱是一笑面天官，右邊一頭顱卻是一猙獰惡鬼。其身上披雕紋的鎖子金甲，背後生有2道金色羽翼，一手持住一柄金如意，一手握住一把開山斧，分別指向左右兩邊。而在拿金如意和開山斧下方，分別出現了一條幽深通道，通向了巨塔深處。所有光亮映照，卻也看不見裏面是如何光景。拿金如意和開山斧上有字，就在這時，忽然有人叫道：韓立。目光一凝，方看見拿金如意和開山斧上各有一行豎寫小字，遂喃喃念道：窄路無悔，殊途同歸。另一邊雷玉策也同樣開口念叨了一遍，扭頭問道：這是什麼意思？什麼叫窄路無悔？看來選擇不同的路，遭遇到的東西會不一樣，只怕是一條兇險，另一條更險。近漏聞言停頓了一下，若有所思的說道：分路而行倒是正好，我們天水宗與你們通天劍派各自帶領一隊人馬，各走一條路。蘇西目光落在那尊雕像上，眸光轉動的說道：蘇仙子這裏畢竟是仙府核心，裏面必定危機重重，我看閘門還是不宜分開的好。
雷玉策目光一閃的說道。近柳聞言也有些遲疑，傳音勸道：我知道你不想與他同路，只是他所言卻也不錯。既然雕像上寫了殊途同歸，那麼走哪一條路不都是一樣的麼？近師兄何時變得如此天真了？這雕像上所說的就一定是真的嗎？那位太歲仙尊就不會固步而陣，做了一條死路給闖入者？蘇西冷笑一聲回道：師妹所言有理，是為兄駑鈍了。只是這兩條路該如何選？你可有看出什麼門道來？近柳聞言一疾苦笑一聲，傳音說道：兩條通道之內皆有禁制，神識無法探查，只能進去之後才知道裏面究竟有什麼了。蘇西回道：蘇仙子在下方才所說，你意為如何？見蘇西半天沒有回應，雷用策又問道：不如何你們通天劍派與我們天水宗既然是此次聯盟的領銜之人，若是集中走在一起，讓其他道友怎麼辦？總不能讓他們自行探索一條通道。蘇西冷淡說道：這雷用策聞言遲疑道：雷道有好意，我替師妹心領了。只是師妹所言也在理，我們既然被同道奉為首領，自然該擔當起引領之責。近柳笑住說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請蘇仙子先行選擇一條路吧。雷用策聽罷說道：天官在左，惡鬼於右，那我便選擇右邊這條吧。蘇西沒有多少猶豫說道：好，那我們通天劍派便走左側這條路。凌霄門、青索谷、烈光城、麥香樓以及忘憂閣的諸位道友就跟隨蘇仙子他們探索，其餘人等則隨我而行。雷玉策朗聲說道。其身後眾人本來也在各自揣摩住雕像的含義，對於兩條路之間也有些猶豫不決。但既然聯盟首領發話，加之不管走哪一路都有兩大宗之一帶頭，自然也沒有什麼異議。不多時，這數百人就分成了兩支隊伍，朝住雕像所示的兩條不同道路進發。臨別之際，雷玉策仍是叮囑蘇西萬事小心，後者卻並無回應，只是帶住人馬先行離去。忘憂閣一行人當中，藍氏兄妹二人混跡於人群中，面上神色如常，實則卻在暗自傳音：小妹這雷玉策倒也生得虎虎雄威，境界與那蘇西不相伯仲。為何後者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？機了怪哉！藍原子大感疑惑，傳音詢問道：這有何奇怪？不管是凡人還是仙人，只要是個男人，不都是一個樣？越是得不到的，越是願意負以痴心。那位蘇仙子越是冷若冰霜，雷玉策才越會求而不得，死心塌地呢？藍顏掩着一笑，轉言回道：還有這般道理。說起來，這倒算是一招欲擒故縱了。藍原子聽罷，似有所悟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怎麼哥哥，你這是作出什麼味兒來了？覺得偶有所得。藍顏忽然語調一轉，問道：咳，好了，辦正事要緊，接下去吉凶難料，你跟緊了。藍原子聞言一窒，話鋒一轉的說道：隊伍末尾處，韓立途經拿餅開山斧下時，仰頭望去就見其手握斧柄的地方，還有幾個小字寫住樂虎斷腸生，眉頭不禁微蹙了起來。幾乎與他同時，另一條路上，一位身住黑袍的妙齡少女，也在經過那柄金如意下方的時候，仰頭望去，看到了如意上的幾個小字，如意不如意。兩邊的人馬全都進入通道數百丈之後，一陣工隆聲響，蓦的從身後傳來，卻是那雙頭雕像手中的巨斧和金如意同時落了下來，將兩條通道封死，擋住了返回的路。兩支隊伍聞聲同時停了下來，民眾與近柳各自返回查看了一番後，又返回了隊伍，只說退路，已無需得全力前進了。眾人本就是為探寶而來，嘈雜一陣過後，也就安靜了下來，繼續前進。隊伍靠後位置，韓立聽住聲後的聲響，臉上閃過一絲若有所思之色。接下來的時間裏，天水宗為首的隊伍沿住通道一路向內10餘里。道路兩旁石壁上盡是些鐫刻的各種符文，由於太過雜亂無章，以至於韓立都瞧不出來是做何用的。只是越往裏走，通道就開始逐漸收窄，從最初的數百丈寬逐漸收縮到了數十丈寬。起初眾人還持住戒備之心，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或是什麼機關禁制。結果這通道除了越變越窄外，似乎並沒有什麼其他的變化。甚至連一丁點兒禁制都沒有，而越是如此，卻反而令人心中忐忑，氛圍也變得有些緊張起來。
走到通道盡頭，前方出現了一座高達數十丈的金色巨門，上面左右兩側各雕刻有一尊神人執擊雕像，俱是做怒目金剛狀，看起來威風凜凜，氣勢極重。眾人目光皆被雕像吸引，只有寥寥數人的注意力落在了巨門上的一顆顆門釘上，陰陰陽陽十歸九出，看樣子是陰陽閉鎖陣。站在最前方的近劉對住石門，指指點點開口說道。韓立聽在耳中，心裏不禁嗤笑一聲。門上的寫釘的確有陰陽之分，有的外凸，有的內狹，形成了陰陽交錯的格局，但其卻並非是意指陰陽，而是指代星宮。其中外凸者為太陽宮，內狹者為太陰宮，故而此禁制法陣真正的名稱應該是星宮對此禁陣才對。至於那陰陽閉鎖陣，則只是流於表，而實不符了。師兄既然識得，想來便能解此陣。蘇西問道。可以一試。近劉略一沉吟後點頭說道。說罷，他轉身看向眾人，朗聲道：諸位暫且收聲，我有一事宣布。其話音落下，通道之內頓時安靜了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過來。第1045章舉棋不定。近道友卻不知要宣布何事，於闊海微微皺眉問道：諸位要想進得這寶塔內部尋寶，須得破開眼前這道石門，而要開啟此處禁制。若有我一人內做，至少需要2日功夫，但若有諸位鼎力相助，或許須臾之間就可破解。近劉目光掃過眾人，開口說道。眾人聽聞此言，紛紛頷首顧看左右，顯然對於之前集體破陣時的景象記憶深刻，生怕自己也如之前那些人一樣，一不小心就成了開門的祭品。眼見無人響應，近劉的神色頓時微微一沉，緩緩說道：諸位若是想一點力氣不出，就跟住便宜，只怕這世間沒有這等好事吧。近道友實在不是我等怕死，只是還請道友詳細講解一下如何破陣，好叫大家心裏有個準備，即使真有什麼狀況，也好自行應對。楊長老上前一步說道：這門上大陣名為陰陽閉鎖陣，只要諸位同時動用仙靈力於門扉之上，令左右原本平衡的門釘陰陽之數發生改變，就可打開禁制進入其中。近劉思量片刻後解釋道：近道友說的輕巧，這門上就沒有什麼反制禁計，不會我們才剛一出手就被法陣反噬，結果落得個屍骨無存的慘烈下場。於闊海遲疑片刻說道：我已經查看過了，此陣與先前不同，絕無任何意外存在。諸位若是還不放心，我大可與諸位同時破陣，屆時若是有變，我也亦遭受反噬。近劉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，解釋道：我師兄話已經說完了，誰願自覺入陣破解？蘇西見依舊無人響應，蹙眉問道。通道之內依舊聲音寂寂，於闊海等人皆是眼觀鼻，被觀心裝聾作啞。近劉臉上笑意逐漸斂去，開口說道：既是如此，那就勞煩於道友楊長老、副谷主、趙副國主和秦樓主幾位做個表率，從你們各自門下調出些人手來助我破陣。近道友於闊海話音剛起，就被近劉厲聲喝止：諸位既然加入了聯盟，此刻最好還是聽從調遣，否則出了這秘境之後，一切後果可就不只是諸位自己承擔了。於闊海等人聞言自然明白了其言下之意，是說日後要找他們整個中門的晦氣。一個個神色皆是微微一變。青索公願聽從調遣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頭。副谷主當先抱拳道。說罷便在自家中門內指指點點挑選起人手來，其餘幾人互相對視一眼，也只得如他一般挑起人選來。對了，每個中門之內都要選出一個懂得破陣之術的人來聽我布置。近劉這才神色稍緩，提醒道。於闊海聽聞此言，目光微微一轉，落在了韓立身上。石道友，我這凌霄門中實在缺乏懂得法陣之人，就勞煩你作為我凌霄門下出手了。於闊海臉上帶住和煦笑意說道。他這一句話說完，不遠處的楊長老和副谷主皆是一陣白眼，只後悔自己晚說了一步，白白讓於闊海把石木這個炮灰給用了去，這不太好吧。韓立心中暗罵一聲，臉上卻露出為難之色，說道：石道友放心，此事過後，你便可入我們凌霄門山門，在祖師堂裏做冊掛名，當一個內門長老，日後便不再是那無根浮萍一般的散修了。於闊海拍拍韓立肩膀說道：
于道友此話當真，韓辣故作驚喜道：一言既出，又有諸位道友在場見證，豈有不當真之理？于闊海笑道：那我便替了這一遭。韓辣點了點頭，說道：距離10數步之外，忘憂閣眾人當中，幻化成普通容貌的藍顏，正看住這邊。哥哥，你看那邊那個可憐蟲，被人一點蠅頭小利勾引，就願意踢人出戰，可真是悲哀啊！此女眼中閃過一絲譏諷和可憐神色，傳音給藍原子：散修艱辛，你哪裏知曉能成為凌霄門的長老？對他來說，絕不算是蠅頭小利了。藍原子只是瞥了一眼，隨意回道：藍顏還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就聽忘憂閣那位趙副閣主隔空對住他們兄妹二人點了兩下，說道：還有你們二人也一起參與破陣。片刻之後，各個宗門將人手挑選出來之後，近劉便將其中懂得禁制發陣之人挑選出來，給他們講解了一下破陣的要點，再由他們傳達給其他人。韓納聽過之後，心中暗嘆一聲：若是按照近劉的法子去破解門上的禁制，一開始就走了歧路，不說還很有可能引發禁制反噬。不過以他當下的身份，自然什麼也不能說。回到凌霄門眾人這邊，韓納對那些被挑選出來參與破陣的人叮囑了一番，內容與近劉所說的大致上一樣，細節處卻稍有不同，只不過一般人卻都看不出來。約莫半刻鐘後，被挑選出來參與破陣的數十人就已經分裂在了石門兩旁。諸位破陣之時，務必全力催動仙靈力，莫要有絲毫懈怠，否則那裏出了差池，就別怪近某責罰了。近劉面色一縮，朗聲說道：是。眾人忙應了一聲：好了，按我之前說的開始吧。近劉吩咐一聲後，當先合動法訣，朝住石門上打出了一道水藍色的光芒。其他人緊隨其後，有紛紛合動法訣，調動體內仙靈力打向石門。只見道道各色光芒如彩虹一般匯入門上不同區域的門釘上，當中內嵌的門釘開始光芒閃爍，朝上凸起，而原本凸起的門釘則開始向下勾陷。整個石門之上匯集的光芒逐漸分流，形成了一個環轉不定的陰陽雙魚圖案。雙魚轉動之際，石門似乎開始有所鬆動，劇烈震動之下發出陣陣刺刺之聲。諸位再加把勁兒，門就要開了。近劉大喜，高聲喝道：其餘人聞言，精神也是一陣，全力催動起仙靈力來。韓納一直注意住門上禁制的變化，深知此刻出現的狀況不過是大門禁制被激發的前兆，若是放任不管，用不了數息，眾人就會遭到禁制反噬。對於這些與自己無關之人的生死，他本來並無什麼掛礙。秘境尋寶本就是生死自負的狀況，他這一路走來見得太多了，不論是誰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，在尋求機緣造化的同時，也需要承受身道消的風險。只是眼下這些人的生死卻牽連到了自己。而且在另一條路上，還有一支隊伍在行進。若是他們這邊受阻，而那邊捷足先登得了寶物，那可就有些不美了。眼見陰陽雙魚圖案越轉越快之際，凌霄門參與破陣的人卻突然出了變故。其中幾人並未按照近劉所說行動，而是將仙靈力導入了其中幾個他並未提及到的門釘上。這一下，原本已經開始劇烈旋轉的雙魚圖案頓時一窒，竟是直接潰散了開來。近劉見狀勃然大怒，正要發火時，目光忽然一閃，只見那潰散開來的雙魚圖化作的彩色光芒之下，竟然映照出了一片星空景象。他神色微微一變，頓時明白自己之前是錯認了法陣，開口高聲喝道：法陣有變，諸位聽我命令，重新解陣。說罷，他便開始一步一個指令，命令眾人將仙靈力重新導入一個個門釘之中。還算你不蠢，否則說不得，可就要我親自出手了。韓納暗自點了點頭，思量道。隨住全身指令的下達，石門之上一片星光燦爛，兩位執擊神人的雕像也忽然起了變化，其兩隻長戟高高舉起石門，便隨之向內打了開來。轟隆隆，一陣沉重的摩擦聲音緩緩響起，兩扇厚重的石門逐漸向內打開，一片金色光芒從中透射了出來，當中還夾雜住一股十分古怪的波動。眾人目光皆被石門內的景象吸引，卻都只能看到一片耀眼金光，即使動用靈目神通，竟然無法看清裏面究竟有些什麼。
這金光莫非是寶物散發的寶光？於闊海喃喃道。他這話一說出口，眾人頓覺一陣眼熱，眼中紛紛浮現出一抹貪婪之色。窺諸位還是金元山脈中的各大宗門，連這裏面散發出來的氣息波動都察覺不到嗎？那分明是金之力場的波動。蘇西冷笑一聲，出言說道：蘇仙子金元山脈中的金之力場數量不少，其氣息如何，我等還是能夠分辨的。眼前這門中金光如此之盛，分明是某種金屬性寶物才對吧？楊長老眉頭一挑說道。蘇西聞言也不做解釋，只是報以輕笑。楊長老見狀，心裏便也泛起了的咕，直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。韓立目光一掃門內，心中就已經了然。平日裏金元山脈中所見的金之力場，多為自然形成，未經法陣加持，其中散發出來的金屬性靈力雖然也強，但卻不夠精純。而眼下門內的金光之所以看起來好似金屬性寶物釋放出的寶光，自然是因為當中的金屬性之力足夠濃郁、足夠精純，故而才有了讓眾人迷惑的資本。眾人站在門口，一個個雖然奪寶之心炙熱無比，卻也都不敢直接衝入其中。一方面是忌憚天水中的管制，另一方面自然是怕裏面還有什麼機關禁制。